现在是人手一机，正常情况大部分人基于好玩、好奇或者留作纪念都是用手机照。可是那2张照片的画素非常清楚，那是专业照相机。是有朋友提醒我，我才惊觉哦，这不是一般手机照的。当然，朋友就说这是不是有人在跟踪啊？是不是怎么样？所以我当然希望不要这样，国家机器、国家的资源不要这样滥用，一路这样盯着高雄市市长，目的何在？可是这个照片大家仔细去看，不是手机照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让很多人心里面起疑窦，甚至新闻界朋友说他觉得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怎么会被跟踪的这么厉害？现在韩国瑜从头到尾一天24小时被检验，而且过年、春节，我在高雄市没有打过一场麻将，这什么意思？我当高雄市长，来到高雄，在高雄没有打过一场麻将，没有一场赌博过，这是非常清楚的。好不好？好。现在手机的话术其实非常好，所以议员说会不会都是塑造成被害者的角色？市长一信豪语是不是水情中心3级开设？对，现在我们3级开设，因为现在高雄在茂林跟六龟，这个食雨量太大，所以当地地区以及市政府的府本部，我们都3级开设，现在密切在注意山区的茂林跟六龟的降雨量。我们在严格的警惕跟戒备之中。好，还有没有其他事？黄光芹质疑说，之前竞选没有什么宣传，您4000万，但这部分是不是没有呈报上来？我说过，我不是几个月前说过吗？大家到底有没有印象啊？是忘了吗？我说过的话都忘了吗？我说我有收这4000万，我退出政坛，忘了吗？要继续黑韩国瑜吗？我再说一遍，黑韩国瑜到底要黑到什么程度？3、4个月前我讲过，我收了这笔钱，我退出政坛。今天我再说一遍，我退出政坛，听清楚了吗？黑韩的目的何在呢？每一天、每1分钟、每1秒都在黑。我们竞选总部大家来捐献，说我拿钱去买面膜跟高粱酒，我们会做这种事情吗？没有做。是人家捐了面膜、捐了矿泉水、捐了饼干、捐了高粱酒，我们把它记起来，再开一个收据出去，谢谢你。然后说我来买高粱酒跟面膜，尽可能抹黑韩国瑜，抹得越爽越好，而且抹韩国瑜名利双收。但是你要讲真的嘛？你如果是讲真的，我可以改进嘛。3、4个月前我讲过，收这4000万我退出政坛。今天我是国民党提出总统候选人。我再讲这么严厉的一句话，我退出政坛，这还要再讲吗？到底黑韩要黑到什么程度呢？泥巴人还有3分土性呢。昨天这黑韩是什么？昨天新材的黑韩是什么？大家看，哦，韩国瑜拿竞选的捐款去买高粱酒跟面膜。今天黑韩题目是什么？韩国瑜不看公文，每一天都在黑。台湾民众要看清楚，蔡英文执政3年半，要告诉台湾民众，他的好在哪里。民进党执政不是告诉大家韩国瑜的坏在哪里，你是执政党，你运用各种周边资源，在对反对党总统候选人发动批判跟重伤，合理的没问题，我接受。但是你要告诉台湾人民，你执政3年半，你的好在哪里？希望民众继续投票给你的理由在哪里？你今天讲不出自己的好，不停的抹黑，讲韩国瑜的坏，这是台湾民主政治健康的发展吗？台湾民众要觉醒，今年2019年，明年2020年的投票，台湾人民会很清楚，一定要看到执政党执政4年来的好在哪里，而不是靠抹黑对手的坏在哪里。到今天，民进党到现在还搞不懂，台湾人民已经觉醒了。看看这些黑资料，2个字：夸张。好，谢谢。详细的消息继续来关心新竹竹北半暝火烧厝，竹北东海3街一栋3层楼高的透天厝，唔知什么原因强失火。消防人员赶来到现场，透天厝已经归倒起来，差不多有200多平方公尺。若火拍花了后，消防人员伫咧厝内找到一个查甫，一个查某拢已经无命。详细情形，连线副记者洪泽银来带咱了解。泽银。
好，主播各位观众，画面中可以看到，在一处民宅是从窗户不断的来窜出火舌，民宅内看起来是已经陷入了火海，浓浓白烟也一直在飘出来哦。那消防人赶到现场，赶快是拿起水线来灌救。这起火警是发生在新竹的竹北东海三街上的一栋3层楼高的透天厝，那深夜中就不明原因烧了起来。附近居民发现后是赶快来联络消防人员，消防人员获报派出13车，共50人到场抢救，也是立刻拉起水线来灭火。在火势控制后，进入房子里面搜索，在3楼的书房跟房间找到1男1女，都已经明显死亡。根据了解，有这2名死者，一名是68岁的彭姓老翁，另一名则是59岁的彭张姓妇人，2人是夫妻的关系。那消防人发现的时候，彭姓老翁是在一个书房的榻榻米上面，彭张姓妇人呢，则是在房间里面哦。那消防人员大概是在2个小时左右就扑灭了火势，粗估燃烧面积大约有200平方公尺。至于起火原因跟财损，都还要再厘清。以上为长岛资讯。好，多谢志英，搁再来关心同款是上新的消息。台北市新生南路附近有一间出名卖衫店钓贼偷，这个贼仔歹手脚，拢总偷摕3领衫和3件仔嘛做伙拼去，害店头损失14000块。现场上新的情形，继续请记者牛家伟来带咱了解。家伟。好的，主播，各位观众，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这名女子进入台北这间知名服饰店里，先是假装挑选商品，挑来挑去后，就把一件衣服用卷的方式塞进手中的提袋，而且还连同衣架直接偷走。偷完一件，竟然还不满足，继续下手行窃，行径相当大胆。根据店家表示，这名窃贼趁着门市小姐和其他客人接洽时，顺手牵羊爬走店内3件衣服，而且还和店员说要试穿，试了2件衣服后，就以衣服太贵超过预算，之后领完钱再过来购买为理由借机开溜，害得店家损失14000元。窃贼戴着眼镜，提着一个深蓝色包包和红色提袋，穿着长裙。店家也公布监视器画面，希望尽快抓到这名窃贼。以上就是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镜头交还棚内主播。继续要查，大家关心，提起大家气象局继续针对着规台湾10个县市发布上大雨特报，特别是这礼拜南部天气拢无稳定，雷公四那，屏东地区有电火条高压开关，互雷公卡到，徛过电视机嘛，敢若是互雷公卡歹，卡到第4台线路，害电视主机板的这个晶片烧掉。有修理店头就讲，这几天已经有10多台电视拢互人摕来修理，情形拢是同款。雷公死那，明明是半暝啊，天煞光甲敢若你是隆隆叫的单雷声，声势真大。13号的半暝啊，屏东地区一阵雷公死那了后，几乎都是雷击的，这个也是雷打，因为尤其是好像前2天不是半夜打雷，就是对快很多。摆伫咧涂骹这10几台电视，拢总歹去，无法度看，这拢总是民众搬来要修理的。没有，像这里是雷打的整个晶片烧掉了，线路都是连接的。假如说有雷击，它可能就是从哪边？从第4台线路这边打进去。不看的时候就请你关掉，不要待机。可能是单位的一时间电压伤强，造成烧拍电，电器行无用伫修理。另外，还有电火条的高压开关，互卡破一空，台电的人赶来咧修理。13号半暝啊，一阵大雨，含着雷公死那，互屏东地区的民众拢真有感觉。风雨了后造成的损失，就要赶紧来恢复。记者综合报道。哪有老母遮尔糊涂，物件买煞，也袂记你讲囡仔，也袂上车就做伊离开。南投这老母塞车去买卤味，买煞就塞车做伊离开，无发觉讲查某囝还佫伫咧店里。卤味店的头家娘看到细汉囡仔，赶紧就出去，麻烦老囡仔发生意外，万不离无张持，赶紧甲囡仔安搭伫店内。热心的民众斗相共咧人面册社团铺文，叫老母赶紧来接囡仔。落尾手老母才发觉囡仔无伫身躯边，赶紧联络店头家，甲囡仔平安接到。注意！伫个面册社团顶悬紧急来打出公告，讲有一个家长伫个虎山路买卤味了后，就离开。毋过伊个囡仔煞还未上车，希望这个糊涂家长看到答文会当紧转来接囡仔。普文一个打出来，
阁互网友看甲硬气。有人讲，这个妈妈敢真正是忝啊，嘛有人讲心境遮大条，囡仔都还未上车咧，伊家己就先走。阁有人大度来甲哭诉讲，我还未上车咧，这网友笑到要害去。不过到底是安怎，哪会甲囡仔甲放袂记哩咧？妈妈买完，然后我老公刚好要进去，然后就看到那个妹妹冲出去，然后去追那一台车，然后去把她抱回来。卤味档的头家亲身来讲，互你听，来甲讲这个代志经过。讲迄天有一个妈妈，伊买卤味买煞了后，开车就随走去啊。这个时阵，就看到一个查某囡仔伫咧车后壁一直咧욕，伊哪哭过哪化忧。头家烦恼讲路的车遮尔啊济会有危险，就赶紧甲人甲带去店内底来安打伊的情绪。这当阵才知影讲，原来是妈妈袂记哩甲带走。边仔热心民众看到这个情形，除了帮忙来达报警以外，嘛伫咧面册社团po文讲，希望大家来斗相报。他说，因为妹妹她喜欢在车上玩躲猫猫还是什么的，她是说快到家的时候才发现说妹妹怎么都没有回应。事后，这个妈妈才发现讲，哎哟，因查某囝哪会无看呀，真烦恼。就随联络这个店家，大约差不多是20分钟左右，才平安把这个查某囡仔甲接转来。不过妈妈嘛有解说讲，因为因查某囝真介意伫咧车顶耍这个电棒腰，唔知影讲伊嘛要落车，才会发生这项的代志。不过网友也是希望讲，这个妈妈唔通阁遮糊涂啊，腹肚甲囡仔上头都拢爱甲顾好势才好。记者综合报道。一寡人买厝想讲要扣赎，拢会买互法院拍卖厝，也毋过因为毋知影要安怎投标，煞互人变去，或者是找卖厝中人公司共款互人当做潘仔。法务部中华行政执行署就杀拍卖厝投标的课，免贵要甲人价，拢总100个名额，伫咧短2点钟内，随互人小钱报名了。上课会当了解知识，互大家拢讲实在冒死啊！2008年，美国触及贷款法院拍卖厝，变做无人要管的麻烦。但根据内政部统计，台湾法院拍卖厝移转伫咧2017年头一遍来升悬，去年到今年是愈来愈悬，但是市场愈热，问题嘛愈多。法务部行政执行署特别邀请银行经理免费来传授投标的撇步。我们宣布第3次完就不可以再收价了。看准法院拍卖厝有商机，民间的业者开班上课，学费卡袂到，就是上1000块，甚至几落万。因为安尼，这个免费的课一推出，这2点钟100个名额就抢了，以后免加开钱来请代表的公司，家己嘛有专业，是真的好。本来就对法拍屋有兴趣吧，然后都不知道要怎么投标，不然就是可能要委托那个代办公司之类的，就要再多花一笔钱。法院拍卖的厝，除了会当投资，家己住嘛是捡好康的机会，但爱详细了解投标的办法，才袂来出问题。只希望能够让民众能够了解法拍流程，然后能够贴近我们强制执行程序。法院拍卖厝是比一般的行情更较俗，但是嘛有可能会调着，所以除了清楚流程，嘛是爱亲身来看，确定厝内的状况、甲环境，也阁有含这物人的关系，千万唔通因为贫惰也是贪心来失算。记者综合报道。人咧讲做鸡做狗无了时，听过流浪狗，敢捌看过流浪鸡。风台一个过，宜兰就有店头开店，发甲门口口有一只鸡美丽的电筒，甲电筒当做家己的厝，不闪时还阁会飞上树。有时阵伫咧涂骹乱扫，有人要掠伊，拢掠袂着。这只鸡的骹手真溜掠，好心的店头摕物件互伊食，讲会继续互伊带。伫青色的树丛内底，真安踏咧休困，还阁不时会整理家己的毛。斟酌甲看，这竟然是一只白肥的流浪鸡。因为它刚好我们那段有一段时间休息啊，因为刚好开店，他就发现到它一直都在这边呢，这个区域啦，这边大概这边。这边哦。对。这边比较凉。对。那说晚上躲在哪里？晚上会躲在电表箱上面那个横挡那边。原来是店家伫咧风台了后开门来营业，发现到这只鸡日时的时阵，就秘伫咧树仔顶咧闪日头，啊，若到暗时啊。伊阁会飞去你2层楼悬的电表箱顶悬休困，因为伫遮会当闪避这个鸟甲狗的攻击，所以这只鸡算起来是真巧。嘛有迄个民众摕纸箱啊，毋过想要甲掠，阁掠袂着，因为这只鸡的动作真美丽。店家看到这款情形，就紧伫咧网络顶悬来铺文讲，伊会晓飞，阁会晓爬树啊，暗时啊，阁会晓困伫咧这个电表箱顶悬，想要来找这只流浪鸡的主人。毋过嘛有网友激5人咧滚笑讲。会晓投奔自由的鸡，就莫阁叫伊转去，抑
也阁有人讲，莫非是这个新教红红咧？可能就给他这边住啊。这个善心的店家，伊阁会传米甲高丽菜来甲饲鸡，就是惊讲这只鸡老大，伊腹肚枵，嘛表示讲会继续来互大落去，想要带偌久拢会使哩。安尼嘛，互这个厝边啊，学了讲店家实在是足有爱心的。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互规台湾劳工朋友拢学了有着。这个好消息来看到，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昨开会，头尾经过6点钟讨论了后，决定基本工资的月级为23,100块起到23,800块，起差不多3.03%。1点钟的基本工资本来是105块，起到158块，起差不多5.33%。按算明年元旦，也就是新历1月1日起，会当好到规台湾231万的劳工。经过6点钟的讨论，劳资双方握手致意，气氛真好。2020年基本薪水决定要起啊！基本工资由150元调整到158元哈。明年基本薪水算点钟的调5.33%，起8块来到158块；月级调甲较少3.03%，起700块来到23,800块。薪水虽然说4年拢起，不过资方对这个结果真不满。工资3年来，包括今年第4年，你们都是用政府的政策决定嘛？你们从一开始就一直喊出3%到5%，7大工商团体表明向部长说，我们不给予背书。我们对于这种调法，我们也表示不满意。若无看到配套，资方嘛质疑政府有插手，无想要坚持，敢会当接受。劳方嘛因为起无到底线5%，感觉失望。中央团体一开始坚持的是要，谈都不谈就动账。那到最后，当然劳方团体也逐一的在现实面的考量上，我们去做部分的调整，以公部门的工具去做了这样的一个裁示。所以我还是对这样的结果。表达能够遗憾，完全没有任何的政治考量或选举考量，完全是基于照顾边际劳工的基本生活。好，那我们也充分的就各项的社经指标的数据，大家来做讨论。2020年选总统薪水的议题变甲真敏感，今嘛这个结果会送去行政院通过，提早送一个大礼，互230多万的劳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菜介绍，中南部上大雨，引起一寡菜市产区拢酸长甲真食力。像讲云林县拜里透早落大雨，雷公四那一直落到下晡。另外，云林的西螺、利润这菜市产区菜拢浸入水底，西螺果菜市的人就讲天气真无稳定，一寡菜拢去浸到水。像讲白菜、外国鹅仔菜，也有过名菜、汤丝菜，起差不多3块到13块。其中起上介济就是硬菜，起要20块。即嘛1公斤平均菜价销是32块9，统计各种的菜色，平均菜价销是31块半，已经起7.9%，和顶礼拜同这个时间比起来，起差不多1成。连日来西南风地带旺盛的水汽，云林大雨，西螺菜园边仔的这个大排倒激，小白菜拢全泡在水内底，农民规家伙总动员。会当抢救偌济，更加算偌济。昨天全部淹了，都没有看到菜啊。今天就抢收一些，能收多少就多少。就连二轮甲启动，嘛有真侪菜园啊，拢去予雨砸甲真严重。无洗乌足足，洗来讲嫌水上。一箱一箱拄则才采收的鹅仔菜，伊的顶悬高架拢是土。官方统计讲，二轮菜色损失的面积有23公顷，也若启动的硬菜园嘛，简单剩一堆菜叶啊铺伫水面尔。这边的大雨真严重，来损断菜色的产地，照农产批发市场交易的这个行情，过来甲比起顶礼拜小白菜1公斤的平均价销，对16块5，起到20块3，起码23%咯。也若其他的菜叶啊类，亲像这个苇仔菜、过名仔菜、条茎仔菜，拢差不多是起30至60%。若起上济就是硬菜，1公斤的平均价销有32块9，这算是起上济。安尼甲算起来，起约要140%。不过统计各种的菜色，因每公斤平均的价销是31块5，起约要到1成。不过伫个15个中元节，这批发市场休市，落尾这的大雨反映的价销会更较惊人。上涨是应该会上涨啦，会涨到哪里？
我们没办法评估了。农粮署表示讲，第一期的叶菜类较会去受到连续落雨的影响，不过伫咧1-2礼拜就会当复耕啊，复耕的速度真紧，影响的时间无长。不过若是未来这几天雨落未停，安尼继续会产生较大的波动，迄就还阁爱来观察咯。记者综合报道。详细的现场消息，赶紧要来听总统蔡英文系主席详细的讲法。产业哦，那尤其是这2个产业能够结合起来，一起发展的话，不但对于我们的国家的国防自主哦是有很大的注意哦。那另外一方面，对我们的产业的升级呢，更有很大的帮忙哦。那我们也看到我们国内的航太或者是主要的国防产业的这个领头羊，带着很多我们的国内的厂商哦一起努力，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供应链的体系哦。那对我们将来不论是在国防上面的自主，或者是我们航太产业或相关的国防产业上的发展来讲，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哦。所以我们也看到我们参与的民间的厂商哦，不但他们技术可以进步，他们规模可以增加，他们也可以进一步的转型哦。所以不论对国家的国防自主来讲也好，或者是对我们产业发展也好，都非常的重要。那今天的展览就展现出来我们过去几年的这些努力跟成果。好，先请名次。谁哟？基本都是调整，不放会有反弹的声音，我们要跟他们做沟通。那另外就是今天的问题是选票考量，就是说先有提出到3万，或者是到达成效。我要向各位报告这个劳资的问题哦，尤其是这个基本工资哦，它是按照法律规定是每1年必须要考虑是不是要调涨哦，所以它时间到了，那劳资就要坐下来做这个考量。那么主要的还是由劳资双方来共同的来这个讨论哦，这个没有所谓的选举的考量了哈。那我们经济是持续的稳定的在成长哦。那这个经济成长哦，其实都是我们的劳资双方那么共同努力之下所达到的这个我们经济成长的这个成绩哦。那我们也希望在经济成长之余哦，我们的劳工朋友也可以享受到这个我们经济发展的成果嘛哈。那我们持续的调升基本工资哦，也是在强化我们劳工的权益，那么同时也反映我们经济发展的成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我们的台湾的工资水准呢能够持续的成长。3例。好，民调民调的标准答案给你好了。这个不同的民调就是在不同的时间或者是在不同的考量底下去做了哈。那我们都会做参考了哈。那我们整体的施政的情况民众的感受越来越深。那我们这个施政的成效我们也觉得是让这个整体的经济都有成长，那么在国防自主上也都有进展。那另外一方，我们这个福利照顾也都有很大的进步所以在整体的施政的情况下，我们觉得都一直在往前走，那经济也稳定的成长所以我们对我们的选举是有信心。还是。市长的意思是叫总统什么话都不要讲吗？这个香港的人民诉求民主
自由其实是一个很正当的诉求，全世界的所有的关注民主自由的人都支持这个香港人民的诉求哦。那作为民主自由阵营的一份子，台湾当然要表达我们的立场，那总统更是要代表人民表达这个立场。那脸书是总统跟社会大众沟通的方式之一嘛，哦，所以柯市长或者柯主席讲的是比较令人费解了哈。另外，你的另外一题是什么？我不知道了。参选这个总统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哦。那参选的人一定要有自己参选的这种所诉求的基本的价值跟基本的目的哈，还要展现他治国的能力跟对国家的未来的愿景嘛。那这一个倒也不是说谁选他就不选的问题，而是参选人自己要对自己的定位，对自己作为一个国家未来可能的领导人，他怎么样来说服社会大众，他有这个能力。一定是。这个倒不会是问题哦。我们整个民进党现在团结的气势是很强的哦。那我们也都知道，2020年这一仗啊是非常重要的一场选战哦跟选举哦，所以我们的这个团结的气势是很强，决心也很强。那么不过民进党本来就是一个民主政党啊，常常会有不同的意见，那这个已经是我们的日常的了哈。那我相信不同的意见是会有，大家会沟通，但是团结的决心是不变的。TVBS。总统最近有听过一个名字叫芒果干吗？有啊，有听过。我想芒果干所显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的有些我们的人民哦，尤其是我们的年轻人哦，对于这种外来的威胁跟台湾的这种的未来哈感到的一种焦虑感。所以是亡国感，柯文哲拿这个来形容你。要形容我什么？他说亡国感，所以你捡到枪，都已经是党主席的逻辑要严谨一点啊！好，来。好，然后。国民党那边有提出所谓的禁止黑函条款，抹黑韩国瑜或者是对他重伤的都要直接开除党籍。那想问民进党这边，如果有人对你重伤，要不要也开除党籍？这个民进党批评党主席或总统，这也不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而且是频率还不算低了哈。那他们都好好的。我想连任在于我们在整个执政的过程中我们展现出来的这个执政的能量跟执政的能力那让国家可以有进步无论是在经济、国防、外交，或者是在各个产业层面上面的进步。那我们这段时间以来台湾的社会各界也大概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执政确实有让台湾往前走，而且我们的人民也都感受到了所以我们再讲一遍，我们对我们的选举跟连任是有信心的。好，是，好是。我刚刚进去 F-16的那个驾驶舱的模拟驾驶舱去体验一下那我们也持续的要
改善跟强化我们的空防的能力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有多一些的 F-16的战机啊，来强化我们的台湾的攻防嘛哈。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美国政府在完成他们的内部的程序的时候，能够做一个决定。好，是。这个我也讲过嘛，我们团结不是问题哦。那我们在时间到了，我们就会推出最强的一组的候选人。好，谢谢大家了，谢谢。我们今天。这个财政部自己都有解释，这只是第一波的行政处理嘛，哈，后续还会有。好，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好，咱拄则听到就是总统蔡英文上新的讲法。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赶紧要来关心中央气象局透早针对中南部10个县市发布上大雨特报。下这云林县嘛强落一阵雨，雨亲像用写的同款，交通实在真危险。也有一寡人无用穿中原普渡的贡品，因为落大雨出入真无便利。现场上新的情形，交记者叶淑芬来传来了解。淑芬。是主播各位观众，这里是云林虎尾靠近若瑟医院的附近，上午突然一阵大雨，就像台风来袭一样，不只是雨势相当惊人，风也很强。那么很多路牌呢被吹的是不停的晃动，早餐店也被迫赶快把门关起来，避免风雨扫进来，路上的交通大乱。我们来听听看很多民众的说法。铁门关起来是不是？怕雨喷进来吗？风雨很大。刚刚有没有雨伞会不会撑不住啊？会有点哈。今天呢，正逢是农历7月15，很多民众正在准备中元普渡，被迫在大雨滂沱当中准备贡品。虽然积水弄得十分的狼狈，但是还是得克服重重的困难。目前雨势呢还没有减缓的迹象。那么根据气象局表示呢，这个克罗莎台风虽然不会直接影响台湾，但是助长了西南风的明显增强，所以不稳定度会增高。那么目前呢，适逢大潮，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而且连日的降雨呢，也要提醒中南部山区留意坍方落石的现象。以上就是目前最新的状况，再把现场交给主播。开始有影要继续带大家关心，日今嘛风台离开咱台湾了，因为看板西南风入海，引起到中南部上大雨，特别是为今仔日拜四起一直到拜六，西南风也是会继续影响到咱。另外北部、东部是小连续几落天拢会足滬翕热，气象专家嘛提醒讲，下礼拜一礼拜时间内，拢有一段风台活跳期，休困一段时间了后，新历9月初2到9月21会搁较陡，是第二段风台形成真接的时间。高温炎热，日头赤炎炎，北部地区实在有够热。不过，伫南部地区，要是爱这个台风西南风地带的这个落大雨，伫咧拜三虽然讲是有一个冷风，不过对拜四开始一直到拜六这3天，西南风会搁再增强。中南部地区都爱预防这个大雨，也是强降雨。明天开始到周六这段时间的话，西南风也会逐渐的增强。因此，在中南部地区的话，仍然会有一些局部性大雨到豪雨出现的机会。礼拜时西南风才拄走尔，过来恐惊有风台会过来生出来。时间就伫咧拜六到后礼拜，有可能有过一个新的风台。不过，嘛估计出讲伊影响台湾的几率无大。气象专家郭成兴推测讲，刷落来才是这2波风台的活跳期。伫预报来看，信号转做这个正值的时间，第一波就伫咧8月19开始，一直刷到26；第二波伫咧9月初2开始，一直刷到9月21。整个指标又很明显的突破到6哈，所以预估看起来就是说，在这个8月19号之后，整个西北太平洋区域应该环境还是会非常有利于台风的形成。这2段风台的成长发展期，中人的时间无介长。不过专家嘛讲，虽然讲风台有较济，无一定会来台湾。民众若随时做好风台准备，嘛唔免伤过烦恼。记者综合报道。
风台一个季度大雨了，上海注意的就是天狗热。上新的消息就要来关心，昨昏新北市中和出现今年头一个本土性天狗热的病例。疾管署今仔日搁再公布，昨昏这个病例同事嘛去画到，伊是住伫咧永和保安里50外岁查甫人，两个人普通时做伙做事，疾管署判断讲应该是做伙去画到。两个人活动的所在拢是咧台北市文山区，也有新北市汐止，要来了解到底是咧倒位画到。另外，台南东区的查南里嘛有一个50外岁查某人，共款去画到天狗热，可能嘛是咧徛街附近去画到。统计即马台湾累积拢总72例本土性天狗热的病例，另外还有309例是为外国汇入来到咱台湾的病例，会当讲是10年来上界悬的数字。休困一个个月，继续要带大家关心，这是瑞士这间旅社亲无共款，伫咧海拔3048公尺悬阿尼比斯山的山顶，伫遮会当带暝食饭，也个会当欣赏天气。台湾为了面对这些灾害的防救跟减灾，对气候的影响，我们掌握都是最好。卫星可以不停地运作、不停地观测，所以这个要比我们传统观测强太多了。We urgently need more data where these potentially devastating storms form. 会撞到。这个卫星电装上去之后，如果我们一直都没有发射，那会对这个电子项目有没有损伤哦？一个错误的设定可能会本来是没有事情，会让卫星可能会进入紧急状况。台湾为了面对这些灾害的防救跟减灾，对气候的影响，我们掌握都是最好。卫星可以不停地运作、不停地观测，所以这个要比我们传统观测强太多了。We urgently need more data where these potentially devastating storms form. 会撞到。这个卫星电装上去之后，如果我们一直都没有发射，那会对这个电子项目有没有损伤哦？一个错误的设定可能会本来是没有事情，会让卫星可能会进入紧急状况。3, 2, 1, 0. Ignition. 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一日，咱做伙来看到这里就是金，金就是用嘴唇来接触的意思，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小金，原来是安尼写才对，意思就是讲两个用嘴唇接触，嘴唇甲嘴唇。啊，那第二个词是一句俗谚语，咱常常讲到好心互雷金，这个意思就是好心无好报。当然，某人讲好心互雷精，也毋过心含金是拄啊好有口韵，含一寡俗谚语，拢共款会当看到这款的情形，都含咱一般的认知无啥共款。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甲做伙。比如讲，阿姊看到小妹含伊饲的猫仔烧金，提起讲安尼恐惊有卫生问题，结果颠倒说互小妹歹面相看，怨叹讲实在好心互雷金。今仔日小解这一字金，提供互大家参考。
继续要带大家看到，休热这段时间是出国佚佗的大月，飞行机不三时拢客满。也毋过美国这查甫人坐飞行机坐入去到内底，伊就带一个，因为规只飞行机看来看去都敢若伊尔，爱坐倒位拢会使。全部的空服人员嘛拢互伊车肯，那亲像是包机共款，享受好野人才有的服务。伊就是坐着一个人房机的好运的民众。登机的时阵，地勤公布讲，这台飞行机就干那一个乘客。Will the only passenger on this flight kindly board at this time? 住伫纽约的35岁作家兼导演飞往进前坐达美航空过来线，为科罗拉多州阿斯本飞去犹他州盐湖城，照享受的。有专门的人飞上飞行机，飞行机的重量无够，地勤搁爱伫飞行机顶的放沙包。And welcome aboard. Thank you. Look forward to taking care of you today. 这真正毋是咧滚算笑的，规台飞行机拢无别个人客，就干那载伊一个人。有机会会当甲机长小姐问，原来航空公司改变航班，这台飞行机爱飞去盐湖城载人客，就算无人嘛爱飞，才会互飞往有机会坐到亲像私人飞行机同款的航班。这款的体验真正是足特别的。去年1月，美国一个查某人为泰国坐飞行机去苏梅岛的时阵，规台飞行机顶的嘛是干那伊一个乘客，互伊心内爽甲。No lie, I am literally the only passenger on this flight. 查某人一个人享受专机的服务，饮料点心在食，佮欢喜甲伫飞行机顶的跳舞，规个过程拢翕落来抛去咧网络，引起讨论，嘛互网友拢足兴奋的。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个人足兴奋，继续来看到瑞士这间旅社真无同款，是伫海拔3048公尺悬阿尼比斯山的山顶，伫站内当住暝、食饭，也佫会当欣赏天星。因为这间旅社就是上100年历史的天文馆改的，一寡天文迷拢希望会当来遮行一抓。旅社敢若提供22间的房间，会当讲是瑞士上界抢市、上歹主物的旅社。休困一日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热天来食冰，食冰上界透心凉，要来食这款创意无同款的冰。台湾为了面对这些灾害的防救跟减灾，对气候的影响，我们掌握都是最好。卫星可以不停地运作，不停地观测，所以这个要比我们传统观测强太多了。We urgently need more data where these potentially devastating storms form. 会撞到，会撞到。这个卫星电装上去之后，如果我们一直都没有发射，那会对这个电子效能有没有损伤哦？一个错误的设定可能。来看到热天食冰上透心凉，利用玫瑰花、日本青茶、乌麻这食材做七彩粉粿，无共口味的冰，少年的消费者特别喜欢。好，来黑糖冰选3个配料啊，看一下想加什么。天气炎热，清凉的串冰一喙搁一喙一直甲顺落去，虽感觉这个热气传销。甲看这个串冰甲人真无共，伊的色彩清澈，简单用看就感觉真好食款。不仅是你视觉上，看起来非常漂亮，然后它吃起来也是每一种口味的那个，都很好吃。过来甲咱一大汤匙啊乌汤汁，拣家己上喜欢的口味。过来要上场的就是这个彩色粉粿，这个真清澈的七彩粉粿。甲摆起嚟，安个算大功告成啊！这个 Q 底底粉粿来拄顿串冰，来斗打甲麻，不管是玫瑰、樱茶、麻、桂花，也是这款椰子的滋味，拢会当来去吃到伊高度的好滋味。比较天然嘛，外面很多好像是那种粉的成分比较重。那你吃起来呢，软又 Q， 那不一般的粉粿呢，就是比较养生。
七彩粉粿唔但通加当做串冰的配料，还佫会当加蒸做主角。这款招牌的七彩粉粿盘是甲7种色的粉粿加豆炸烧火，会使讲简单用看的就蒸过瘾。这个冰冰凉凉的好滋味。买当替吃，也是甲阮店家穿好势的乌糖浆甲土豆粉，安尼甲吃起来是另外一种滋味。主打这个七彩粉粿冰来蒸做人气真旺的小店，这伫2年前的张星空，伊原本是伫咧经营牛肉面店。那中午这个忙的时候像打仗一样，所以我们就很多的摩擦。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甚至我跟我太太吵到，我想要离她远一点。所以我有出去再开别的分店，因此啊，就开了分店也没有生意没有好，然后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亏损。面店啊，若是到用餐时间，就敢若亲像咧战争共款。伊和因某有当时啊，佫会焖4饭斗袂下，有当时嘛是因为这个生意嘛无通好，所以才会家己要来决定讲做新呢。不过拄开始，因某董阿杰嘛是真反对。我通常都是保守的那一种人，所以那时候我都觉得说啊，你就牛肉面店就好好的就好啦，为什么还要就是要搞那么复杂，然后连我都要聊楼梯那种感觉。可是就觉得真的还是，毕竟夫妻是一体的。我觉得就是他有他的梦想，那我就觉得就是当妻子真的就是帮助跟成全。我觉得到后来我的想法就是这样，然后就觉得在这样一个创业的过程里面，就看到他就是花很多的心力在这上面，不管是产品的研发或者是行销。即马翁仔某2人牵手做伙来拍拼，嘛互这个紧张的关系更较降温。张星空嘛希望以后的人生会当亲像伊做的粉粿同款，遐尼啊青笑，有这款幸福的滋味。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为了面对这些灾害的防救跟减灾，对气候的影响，我们掌握都是最好。卫星可以不停地运作，不停地观测，所以这个要比我们传统观测强太多了。 We urgently need more data where these potentially devastating storms form. 会撞到。这个卫星电装上去之后，如果我们一直都没有发射，那会对这个电子效能有没有损伤哦？一个错误的设定可能会本来是没有事情，会让卫星可能会进入紧急状况。 3, 2, 1, 0. Ignition. 我觉得我好像拿到一块拼图，只是我现在还不知道要怎么去拼。你真的敢揭露这份档案吗 ？Cheers！ 我跟你说，你少惹我，其实干掉你都不知道。你跟这件事情无关吧？我们之间还要这样怀疑对方吗？你有没有想过，或许这块拼图根本就不应该被拼上？ 一方块很准，台下答题一条龙，如火如荼。这个“荼”是什么意思？荼是荼蘼嘛，是花。标准答案。哇！自己上场却惨被秒杀。阳光晒过的棉被，这个味道尘螨。非常有自信，连求救都不用。这一题正确的答案，紫外线照射。我说，前面上次参加一个益智节目，他说他都答对，那是在台下都答对，上台在台下答对。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 给你们介绍一下徐凯琳，她有兴趣想要当演员。秋萍，好久不见。应征海伦怎么不讲？又不是我的雅致，好不好？带马大哥去 pub 找到他的啊。我现在的状况可以生吗？请翁雅给我指示。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女兵日记》女力报道。台视欢庆《航海王》开播20周年，带你前进无感体验动画纪念特展。6月14日起，连续8周。 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
就有机会获得航海王特展邀请卡入场券。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点半，周日下午6点到7点，全程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动画《航海王》。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8月30日起，每周5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Surprise！ 放一个吗？哎 ，Stop！ 所有新马的小鲜肉都是听我的歌长大的呀。路人哥，有人在追我。谁追你啊？喂，好像是警察。要我怎么帮你？你为什么要保护他？你刚刚先到底做的是我的，是不是？8月30日起，每周5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大家来唱杨丽花，杨丽花。杨丽花歌曲，忠孝节义，敬请期待。那天晚上怎么了？已经出事了，对不对？那不是我做的，怎么可能找不到他的人呢？小心说话。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台湾为了面对这些灾害的防救跟减灾，对气候的影响，我们掌握都是最好。卫星可以不停地运作，不停地观测，所以这个要比我们传统观测强太多了。 We urgently need more data where these potentially devastating storms form. 会撞到。这个卫星电装上去之后，如果我们一直都没有发射，那会对这个电子项目有没有损伤哦？一个错误的设定可能会本来是没有事情的，会让卫星可能会进入紧急状况。3, 2, 1, 0. Ignition. 我觉得我好像拿到一块拼图，只是我现在还不知道要怎么去拼。你真的敢揭露这份档案吗 ？Cheers！ 我跟你说，你少惹我，被谁干掉你都不知道。你跟这件事情无关吧？我们之间还要这样怀疑对方吗？你有没有想过，或许这块拼图根本就不应该被拼上？一方块很准，台下答题一条龙，如火如荼。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图是荼蘼嘛，是花。标准答案。哇！自己上场去惨被秒杀。阳光晒过的棉被，这个味道尘螨，非常有自信，连求救都不用。这一题正。
要造福乡亲。我希望我的小米田园圈能够更广泛。目前我有几个下线，北中南都有，都是这样的认真的人，我要感谢他们照顾我。奶奶自己以前开过，爸爸妈妈也开过，就是跟着奶奶一起做的。那我就是觉得为什么没有继续做下去？所以我从小就有一个志愿，想说要把麻辣火锅重新开启。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要来关心，这是英国中部切斯特动物园最近有3只岩地兔仔囝拄出世。这款的岩地兔上界主要分布伫咧南非，也有阿拉伯半岛。细只碰细只，严格为基因来讲，因是像的近亲。新闻上要带大做伙来看麦，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忠，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频道。